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来关心美国总统川普29专访的时阵表示，美国暂缓扣对点关税90天，7月初到到期了后，无打算搁再延长。除非这个国家已经甲美国达成协议，若无华府会甲因通知，电发性关税开始生效。 美国总统川普对90天的全球关税暂缓期是未过延长，除非有达成正式的协议，若无会启动天发性关税，并且正紧就会寄出通知，直接通知各国关税税率每个一个谈。We'll look at how a country treats us. Are they good? Are they not so good? Some countries we don't care. We'll just send a high number out. But we're going to be sending letters out starting pretty soon. No, we don't have to meet, and we will say, congratulations, we're allowing you to sh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re going to pay a 25% tariff, or a 35%, or 50%, or 10%. 这段访问是27伫咧福斯新闻频道有录29播出。27即天伫咧白宫记者会讲，美国已经甲中国、英国达成协议，也正伫咧甲其他的国家谈，因为全世界有200外个国家，美国无法度甲每一个国家一个谈，所以是寄通知。美国本土制造的马考铁供应无够，川普扣高额的关税保护本土的产业，就是工厂的头家叙述头毛的收。United States, we can only make about 25% of the tin plate. A can is 50% steel, and the 25% tariffs went in. You're going up about 12.5%. We're tariffing things, which ends up just being a tax for the people. 这间伫咧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独立罐头公司，主要业务是甲倒射钢片做做饼鸭、甘果鸭，也有装咖啡和零粉的罐啊。倒射钢片俗称马考铁，顶头倒一颜色，是为了要防止新鲜。专目今年1月搁选调了，对进口的钢铁加阿鲁米扣25%的关税，尾也搁增加1倍到50%。独立罐头公司讲，照这个办事，因一定要起价。马考铁是因公司生产成本的一部分，上尾的计价可能会增加20%以上。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暂缓扣对点关税90天，7月初到期。咱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带团去美国第2届谈判。陈丽君表示，双方拢认为谈判有进展。也若有学者就咧邀讲，美国对点关税可能会甲咱扣15%至25%。美国对点关税措施会90天放定期，会伫7月初到期。各界关注台美谈判的进度。也若行政院29宣布讲，兼咱国代表团团长的副院长陈丽君和经贸办总代表杨振年伫美东时间25会伫华府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进行2天的第2波实体参详，会就真侪项经贸的议题渐渐达成共识。陈丽君表示，双方拢认为谈判到达得到建设性的进展，希望会当得到互利共赢的结果。10%是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它有机会谈到10%，但是呢，我认为我们台湾至少是15%起跳，所以合理的范围应该是15%到25%之间。我们的谈判团队如果能够把关税谈到20%以下，那就应该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啦。学者认为讲，原底台湾对点关税的税率32%已经是上限，但是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大的情形之下，落尾税率可能伫15%到25%。也若5月咱方也捌表达过，若准美国对台湾晶片扣关税，可能有断链的风险。美国的最后决策也引发关注。The world of trade is changing. We're witnessing almost on a daily basis. 英国贸易政策部长艾里逊带团来台湾，和经济部处长江文玉共同主持第27届台英经贸对话，并且会见证双边签署提升贸易伙伴关系 ETP。这重点放伫投资、数位贸易，也有能源、和净零碳排等3大领域的协议。艾里逊也会甲总统赖清德会面，参观国家太空中心，并且甲台英企业界代表交流。英国事实上，它比如说在半导体方面，或者在一些关键矿物啦、
离岸风电啊，很多产业，英国跟台湾基本上是互补，比竞争的成分要高一些啦。我最近才加入 CPTPP 嘛，你也希望说英国能够帮助我们一把嘛，就是说至少能够成立一个工作小组，才能取得谈判的路程。其实台英经贸对话对1991年开始就相台举行，而且去年双边进出口贸易额收到台票3700亿，年成长率是7.7%。学者指出，继续交流是对深化台英经贸关系有帮助，对台湾加入 CPTPP 也有一寡好处。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因为受到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到今年6月中为止，咱国内已经有38间企业减班休困，而且已经有超过1000人在休无薪假。专家认为讲，这个情形会愈来愈严重。7月份要公布上新的统计，这数字应该嘛无理想。受到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政策影响，90天的放零期会伫7月初9到期。虽然咱国政府代表积极甲美国谈判，不过对劳动部最近几个月以来发布减班休困的统计，对4月开始的数字慢慢显示出无薪假有渐渐增加的现象。劳工他不是在休假状态，他其实劳资双方都是一种被迫无奈，然后减少工作的一个无奈的状态。根据统计，到6月中旬为止，实施减班休困的企业有38间，人数接近1200人。工商界认为讲，亲像制造业、纺织业明显受到冲击，机械业也有厂商暂停出货，原因就是关税谈判的结果还未确定。汇率的冲击就已经侵蚀到产业的生存，造成全球商业行为受阻碍。汇率全部都要出口商吸收，进口商不会帮你分担，通路商也不会帮你分担，原料供应商也不会帮你，汇率都是出口商自己要去承担的。劳动部要召开最低工资审议会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要用最新的 CPI 的数据跟 GDP 的数据，那来作为明年要调整最低工资的调幅是多少的一个基础。劳团烦恼讲，企业无单通接，劳工敢若会当休无薪假，认为讲，若是对美国谈判的结果较明确，政府就应该甲劳资也有学界做伙讨论相对应的对策。也认为7月初4，劳动部要举行上计工资的咨询会，未来9月审议会，要以谈判了后通行的 CPI、GDP 来做审议的依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也是真烧热，高温平均会加32度至35度，尤其是伫大台北、台南也有高雄瓦山区，可能会超过36度。咱来看温度。台湾附近今仔日是吹东南风偏东风，遮方面的东南部也有恒春半岛是小可有雨，也那东部嘛有雨湿啊。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不过，过到新竹以南，甲各地山区都要注意会落雷公雨。中南部的山区雨会较粗，提醒民众若是出门都要会记得早雨伞或者是雨伞。这几天天气是热热热，气象署讲，按算拜2至拜4的时阵，大台北会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另外，伫咧菲律宾东边的海面，即嘛有一个热带扰动，这个热带扰动敢会形成风台呢？气象署讲，都要等到7月初预测才会较明确。日头赤影影，全台小风风，真侪人是热甲袂堪接。中央气象署表示，拜2到拜4，大台北可能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大台北盆地太平洋高压势力偏强，会有比较强的沉降作用，所以导致可能发生37度以上高温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因为天气愈来愈热，真侪民众是发声讲，政府应该研究高温假。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卢国新表示，已经咧研究气象法，甲高温列入去在海上天气的范围内底，未来会当依法发布高温特报。各单位也会当研究，敢有要放高温假。另外，气象署进前根据欧洲高白年气候变迁服务中心，也有美国国家环境资讯中心，最新出来嘅2025年5月全球气候报告，今年5月正做有记录以来第2热的5月，全球气温比工业化进前高1.4度。原本就处在高温的周期，人为的干扰加进来了之后，又让温度变得更高。那这种比较高温的情况，应该还会有机会再延续。特别注意的是，目前伫菲律宾东边的海面有热带扰动等咧叫，不过敢会结做风台。气象署回应讲，该等到7月初预测才会较明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即卖因为极端气候对全球是造成真大冲击，欧洲真侪国家是热到要海去。伫咧法国的南部，温度甚至升到超过40度。也若伫咧中国的贵州，即卖是落大雨嘛做大水，灾情是不了严重。也若目前落大水雨的范围是已经转向四川，当地嘛赶紧戒备。对悬的所在看落去，四季拢淹水，本来停车的地下室也变做大型的游泳池。贵州阳江县伫最近做大水，一礼拜内2遍大水，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官方发全城的警报，叫住伫咧7大洪区的居民刷去较悬的所在避。大水消退了，民众的厝内拢乱糟糟，趁着天气较好，大家赶紧清理。不过，本来伫咧贵州附近的大雨区域开始转向四川。中国官方离岛县发山洪灾害顶级相关的红色气象预报，即马已经有要甲3万的居民提早转去较安全的所在避难。这场大雨也影响到附近的重庆市甲云南省，各地拢严加戒备。中国真侪所在做大水的时阵，极端气候也影响全世界。伫欧洲天气热甲挡袂调，法国南部已經超過40度。Avant de sortir, je douche ma chienne, je me douche. Et puis, ma foi, je rampe, je marche à 4 pattes. J'en peux plus de cette chaleur. 希腊的首都雅典因為天氣有夠熱，官方開放7個有開空調的社區中心，予民眾來遮納涼。真侪人來遮開講行機消磨時間，不過全港來耍的遊客也是來照行程行。We are all from Pennsylvania, and we've never really experienced a heat wave like this before, so we're all very hot, and all of our skin is very sensitive to. 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等國家天氣攏真熱，民眾是熱甲擋袂調，有人食冰消涼，天氣打掃也增加發生野火風險。公司新聞綜合報道。各位鄉親，刷來咱來看今仔日早報的重點。咱先來看聯合報。台灣大考的人，即嘛是愈來愈多，連帶糖尿病人數嘛超過250萬人。為着減少咱國民眾食糖分的量，民團甲學界提出扣糖稅這個想法。針對這點，國健署是無反對，嘛講會召開會議來找出共識。來看自由時報，今年1月份，醫師的國家考試第一階段及格比率敢若有10.5%。等於是10個考生內底，敢若有1個人通過，創下19年來的新低。衛福部按算要招各間醫學院來討論，要來找出問題是出佇倒位。過來看中國時報，總統賴清德團結國家第3講去新竹，過程當中批評在野黨侵害部會憲法職權，這話互在野黨是氣一個袂曉講。總統昨昏去新竹做團結國家第3講，主題是憲政體制。伊批評講，前到今毋捌看過在野黨過半的立法院因通過修法法案，竟然妨害違憲，侵害政府憲法的職權。總統這話是隨引起在野批評。總統賴清德團結國家10講，2月去新竹市發表第3講，主題是憲政體制。賴總統講起咱國憲法經過7屆精修的過程，表示伊家己是總統，有責任依護憲法的5權分立。過來，這支南北立委過去1年佇立法院佔過半席次，敢有通過對國民有幫助的法案，要是只是咧進行政治對立。我當過4屆的立法委員，我沒有看過立法院會通過一個法律，竟然被判決違憲，而且侵犯了那麼多機關的憲法職權。台灣有史以來從來都沒有。列出立法院通過7大爭議修法，包含立法院職權刑事法，還有刑法部分條文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憲法訴訟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警察人員人事條例，還有114年度總預算案。賴總統批評相關的法案造成朝野重大衝突，而且可能違反憲法，重新強調民主的精神就是要用更較大的民主，直接用民權解決。2024年的青鳥行動，或者是2025年的大罷免行動，其實都是同樣台灣社會珍貴的公民力量。這些力量沒有一個政黨有辦法主導，也沒有一個政黨有辦法阻止。不過賴總統講的話又個好在野碰。這些都是相當好的法案啊！總統認為警察人員不重要嗎？總統認為地方自治不重要？以前有改革色彩的民進黨不見了，民進黨自己打嘴巴的同時，今天我們的總統竟然還污蔑立法院的改革。
在野党呼吁讲，老总统不应该化悲团结，煞继续分化台湾社会，这对朝野的和睦是无帮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现在24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7月26就要投票啊。双北市长拢去甲党内立委徛台来求支持。针对总统赖清德表态支持大罢免，蒋万安甲民进党批评讲，因即马是连假都袂假啊，是上大的诈骗集团。超港广泛市替党内立委徛台，新北市长侯友宜陪汪凤美到市场内拜托对抗罢免。不过，之前新北市选委会办理罢免代志时阵，讲到踊跃投票，和中山会三度踊跃2字，强调必须维持三不中立。原来侯友宜是安尼讲的：公民参与踊跃投你新型的一票。我讲一摆哦，大家站出来，公民参与踊跃投新型的一票。离24位国民党立委罢免案投票日剩无到1个月，国民党双北的首长拢顶当起来，蒋万安也陪李干寿4个拜票。对着总统赖清德前一天讲，爱甲公民同行支持大罢免，伊强烈表达不满。一开始找各种理由跟借口，现在完全不演了，就完全是站出来在第一线，全力来推动大罢免。民进党就是最大的诈骗集团。国民党被起诉的这些违法造假，蒋万安说的不就是自家中国国民党吗？那国民党这边罢免团体三度被下野找民进党民意代表斗阵，要甲罢免新关到全面的选战。成立选团，民进党是利用拜六举行公益发财天农民活动，主席吴国昌呼吁民众7月26出来反对大罢免。过去承诺给台湾人民要推动的改革法案，最后竟然都是在野党我们携手合作把它推动完成的。那至于大罢免，从头到尾本来就是民进党发动的。柯建铭已经讲得很露骨了，我想赖清德总统终于也不再扭捏作态。也若无伫这波7月26投票7个罢免案，最后完成补件2案，罢免国民党立委杨庆英加江启臣罢免团体，地告分别补送4755分加3955分的连署书到台中市选委会，拢比法定补件标准较悬。杨庆英本人表示尊重，江启臣是无正面的回应，只是强调要甲心力放伫对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欧洲的国家塞尔维亚，有几啊万人去首都抗议因的总统借钱，要求已经执政12年的总统都要落台。也那因为总统的支持者嘛，共款伫咧首都来反对抗议，结果这2边的示威煞变作是暴动，现场有几啊个人拢去互警方抓起来。关键起了红毛盾牌，示威民众激动甲一直冲去头前踢这盾牌。欧洲国家塞尔维亚当地礼拜首都贝尔格勒出现数万名民众在街头游行，响应过去半年外反贪腐示威抗议。Ovdje smo da svom snagom i silinom podržimo studente i sve ono što oni promovišu i sve ono za što se oni bore i da im pružimo neizmernu podršku, da im kažemo da smo uz njih svim srcem. Kako su studenti rekli, ovo nije sprint, ovo je maraton. Pametnim popušta. 这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是因为2024年11月，巴博城市诺维萨德一个打咧维修的火车头厝顶熊熊放落来，造成16个人死亡，引发民众对政府长期外交的不满。过去半年外，学生甲教师界的民众伫各地学校发起封锁行动，而且伫全国各地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毋望对案件做透明的调查。不过当局一直无回应，互抗议团体伫5月开始诉求，继续总统武契奇12档的执政，提早举行国会大选。Danas smo ovdje da menjamo Srbiju. Da menjamo Srbiju i da konačno ovoj vlasti vidimo kraj. 为此，塞尔维亚警方伫政府大楼、国会甲附近的公园周围部署数十名穿防暴装备的员警。另外，有支持的支持者嘛组织到首都做反抗议的活动。示威活动到暗时了后，开始出现紧密的冲突，加速暴动。部分激进的民众向警方弹汽油弹甲信号弹，警方是用催泪驾驶驱散民众，而且拘留真侪抗议民众。因为武契奇的任期到2007年才会结束，已经拒绝落台，而且搁一摆强调，伫2026年年底之前未举行全国大选。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伫咧欧洲、亚洲，还佫有美国，逐年拢有超过6万栋二手的，或者是还未卖出去的衫，会再去南美洲智利北部的伊基克自由贸易区来大小卖。若是卖袂去的，就会拼去智利的一个叫做阿塔卡马的沙漠，或者是直接甲伊烧掉。不过，这对环境也佫有民众的健康是有真大败害。
Many bales of jeans have arrived. Now they're all dirty. We can't reuse them. This is a Lee brand jean. This is Gap. It's a brand we really like here. 每年有超过6万吨欧洲、亚洲甲美国的二手甲无卖出去的衫，经由南美洲上大的免税港以及靠港流入智利北部的以及靠自由贸易区，将仓库踢甲满，这衫会被送到全国各地市场，用$2甚至更较低价销卖出去。卖出去就被运到阿塔卡马沙漠，这代表上大数的所在，即嘛正做快时尚的毛仔布。外太空翕的卫星影像，拢能清楚看到这真歹看的粪扫堆，更较还是因即嘛，各用原地烧的处理方式，互有毒气体对风飘散，互四周的居民是真艰苦。When there's a bit of smoke coming in, I close the window. It's filled with a smell and it gets to my eyes. It hurts me a lot and I've got eye problems. The smoke is ruining my eyesight. 这衫伫快速制造取代淘汰片条之外，产生出所谓的快时尚灾难本数，用后面做底。敢若无到5派纺织品被回收，其他就是被当作废弃物出口。欧洲环境总署资料指出，2021年后面全境有700万吨的纺织废弃物，算起来每一个人有19公斤这么多。纺织业都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10%。为落实永续的目标，后面为2019年提出的绿色新政，也要伫2030年全面实施所谓产品护照制度，要求所有伫欧洲卖产品爱护为原料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资讯。也阁有法国也针对快时尚推出禁止广告推广的法案。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仔日签署法令，让乌克兰启动退出禁止地雷的渥太华公约的程序。乌克兰外交部发声明，讲为着保护领土甲人民，莫受到罗西亚酷刑的对待，这项退出的决定真艰难，不过有必要。阿根廷昨昏大声批评伊朗，指控伊朗威胁国际原能总署阿根廷籍的署长俄罗斯。俄罗斯中日大要求视察去互以色列，也有美国轰炸了后，伊朗的核设施，不过却是去互伊朗拒绝。来看加沙走廊民防机构昨昏表示，以色列搁发动攻击，至少造成17个人无命，其中3个也是囡仔。另外，以色列军方今仔日是搁一届命令巴勒斯坦人向加沙的南部来撤离。镜头等下咱讲来，伫中华峰湾发生一件人伦的悲剧。有一对母仔囝因为起冤家，查某囝哪像是举刀啊，甲老母毒死。救护人员赶去到现场的时阵，这个老母是已经明显死亡。因那这个查某囝伫咧台中去互掠着，法院嘛已经裁定羁押。救护车赶紧到位，警方已经伫现场等。中华县洪万乡利益传出家庭的悲剧，42岁姓周的查某人，敢若精神状况无好，伫厝内底甲67岁老母冤家，涉嫌举刀攻击。案发了后，家己对厝内行出来，互感失去翕来。伊阿姊等于厝发现老母已经规身躯拢是血，赶紧报案。救护人员到现场发现已经明显死亡。救护人员到场时，发现患者女性1名，倒卧于2楼至1楼楼梯转角处。检伤时发现患者颈部一处有一处伤口，明显死亡。案发前一天，厝边看到姓周的查某人冒面趴伫路边，对着人一直喊叫。家属讲，1年外前原本伫台中生活，伊转来中华甲老母住，敢若定定讨钱食毒，精神无稳定。伊讲我听讲你谈话啦，伊讲想你食毒啦，想。要检察官起诉判罪。四周查某人犯案了后，再往台中。迄天暗时11点，伫逢甲商区，互警方抓到。中华地检署讯问了后，连涉犯杀人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归案核准。死者确实死因也伫确认。讯问周姓被告后，认涉犯杀人嫌疑重大，当日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并随即采集检体送鉴定，以确认真实致死原因。因为他现在已经在警调的侦查阶段嘛，那我们大概会提供他们法律的咨询，不论他有注意他家人的一些状况，然后如果需要帮忙，我们会介入去协助他们这样子。
中华关社会主讲，4月11人进前无家庭暴力通报记录，也无身心障碍证明，毋是高风险家庭，需要提供家属法律咨询才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27日时阵，伫咧台北内湖有一个负责人，伊行伫咧花条线，却是叫一台要倒来的车弄一个转安尼飞出去，伊是疼甲爬袂起来，加在是无生命的危险。即马交通部公告6月30开始，驾驶若是无让过路人，害人伤亡会加重处分。那害人轻伤的，上当是罚3万块；那重伤的，是罚3万6。驶伫路上，头前明明是青灯，结果后一秒倒平煞，雄雄撞出一位排气包的学生囡仔，伫只路红灯行过马路，惊到驾驶赶紧打动。代志发生伫宜兰市区，日日下晡1点外，车主事后甲行车记录器抛去哩社群，也向警方检举，并且呼吁学校加强宣导。调阅路口监视器查证，是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在路口临停，让学童下车后，该学童不遵守号志。违规闯越马路，警方已经通知涉嫌违规的车主到案说明，并且按照违反道交条例罚违规临时停车的车300块到600块，学生囡仔路红灯是通罚500块。不过，若准路口拄好无青红灯是要安怎？伫七个时，台北内湖一位妇人人行伫斑马线，结果伫只河倒我的车弄飞，互伊疼甲无法度爬起来，加在送病院了后无生命危险。虽然事当时驾驶并无食酒赛车，不过也家己讲是干那注意正边的车，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警方也按照规定先按处理。回到事发的 T 字路口，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没有设置红绿灯，但其实都摆放了道路反射镜。不过路面上呢，也可以看到一个大大的亭子，要提醒用路人当心。但这已经不是这个路口第一次发生事故。7、8年前有被撞过，带的小朋友哈，我孙子啊，他过这个人行道的时候，有一部车从那边巷口出来，他左转，他只看右边没有车，他就转过来。等到看到我的时候，才紧急刹车，已经撞到了。为着避免行人地角的情形，交通部已经公告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的基准甲细节。对6月30开始，驾驶因为无停、无让行人，致使行人轻伤，会提升罚到18000到3万；若若致使重伤，会比较致死的案件，上悬是罚3万6。未来也会修法提高吊扣驾照的年限。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前一阵仔，台南为着要防止诈骗，因推动 ATM 领钱喙暗都要甲留落来。即马调丰银行嘛引进 AI 的技术，领钱的时阵，若是挂喙暗戴安全帽啊，甲面忘掉咧，或者是若咧讲电话，看落那像怪怪，这 ATM 的警报声随就会弹。这查甫人正伫超商内底自动柜员机 ATM 一直领现金，家庭中央一直换提款卡，也阁一直四界看，引起正伫休假的警察注意。通报线上的警网支援了后，成功来抓到这个诈骗的车手。为了防止自动柜员机 ATM 将做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调丰银行27开始把部分的 ATM 导入 AI 面部查起辨识的技术。您未露出完整五官，请脱帽。要注意，即便你伫使用 ATM 出现挂喙暗，也是戴安全帽，甲面查到系统就发出警示声音。另外，有哪听手机啊，哪操作 ATM， 也会触发这个警示声音响起。您正在使用手机，提醒您近期诈骗猖獗。旁边假如说很多人的话，一起看过来，确实就是蛮尴尬的。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遏止一些事情发生？我觉得这样还不错。根据警政署打击诈骗仪表板显示，今年1月到5月诈骗受理案件超过7万件，损失金额总共达到400亿。除了调丰银行甲 ATM 安全机制升级，5月中台南市府伫辖区的20个热门地点也加装喙暗 ATM 辨识系统。民众伫 ATM 领钱的时阵，必须暂时甲喙暗也个安全帽摕落来，面部五官拢会看会到，若无会出现警示声音。试办1个月个已经看到成效。透过车手在 ATM 提领的次数和金额稍微有下降的状况，那后续呢来观察看看我们的一个示范的成果。在某几个这个车子容易取款的点里头，就可能人数没那么多 ATM 里头，才做这样的配置，比较有多因素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验证，我就会比较好一点。治安专家讲，银行导入 AI 面部查起来辨识技术，若真正出现犯罪行为，应当做影像证据提供。不过事先上好加做宣导沟通，避免民众因为挂喙暗这习惯而出现无方便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去年11月底的时阵，有人伫网络顶铺文，暗示讲台南6间卖牛肉汤的店头，因的牛肉汤是用粉泡的。
这点头是起一个甲提告，目前双方是以10万块来和解。也那律师嘛提醒，伫网络顶唔通黑白讲话、黑白喊，这要求可能爱食罪。真鲜的牛肉配姜丝食，真好食。这间台南真有名的牛肉汤店，透早开始营业，袂完就休困。不过去年11月底，有民众伫网络发文，讲台南有6间牛肉汤店，拢是用同一间的粉来调做的。其中也有一间有名的店，和店头不安提出告诉。只是可能一点当下情绪，他不高兴，他就会抨击店家。哦，就是等于说，其实我觉得还是要去求证。你不能以偏概全，除非你真的有真正的事证啊，要不然对厂家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店头为何名声提告加大诽谤，也有妨害信用，台南地检署依法来起诉。不过发文的姓李的查甫人，家己讲经济无好，经过调解以10万块和解，店头愿意提告。另外其他店头也讲，不是牛骨慢慢啊控出来汤，伊的香味会伤过香。如果你放牛补粉的话，你可能在店的外面就会闻到很浓的牛味，然后很香这样子。姓林的查甫人是无法度按价支付这个和解金，金额提悬到80万块。律师讲，网络不实讲的话，就算是用暗指披露这方式，店头以外在多方面收集证据来提告。不实言论去毁损商家的商誉，我们在实务上会用刑法第313条的妨碍信用罪来处理。好，那它的最重刑期会是2年以下有期徒刑。那特别要注意到是，如果是透过网际网络这样的方式在传播的话，还有刑期加重1/2的规定。店头同时也使对这个营业损失向对方请求损害赔偿。提醒民众要伫网络讲真情，一定要真细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政府即马推广集团旅游，因甲共享脚踏车的业者合作，要伫咧地上来设点。不过地上租车的业者惊会影响到因的生意，所以就请议员斗阵前，希望县府卖伫咧地上设共享脚踏车租车的所在。去年台东县政府甲一间共享脚踏车业者合作，伫台东市鹿野乡关山镇设租车点。最近佫传出要伫地上乡设点提供100台共享脚踏车。不过地上乡已经16间万车租车业者，最近才开钱办理验车登记合法程度。业者烦恼若共享脚踏车出现，县府佫补助，游客拢选择骑共享脚踏车。因为那边都要200-300，对，200-300块。那是U-Bike呢？U-Bike 1小时20-30块，所以就差蛮多的。你不过 U-Bike 的话，包括业者也要失业啊。地上租车业者表示，16间的租车业者提供70万的就业机会。那引进共享脚踏车也造成当地居民失业。透过县议员向县府申请，希望官方唔通甲民间抢生意。这里都有脚踏车业者，我是希望 U-Bike 不要到这个特定的园区去以民争利啊。县府表示，目前设立地点，拢也咧甲乡公所会勘，也会甲当地业者说明，只不过有强势进程未设共享脚踏车，而且县府补助共享脚踏车费用时间，敢若到今年年底。公视新闻台东报道。高中以下的学生有袂少人会骑铁马去学校上课，不过学生发生交通事故的事件嘛愈来愈多。即马有专家建议讲，会当为校园来推动预备驾照，来加强学生交通安全的知识。伫台湾，脚踏车是真普遍，有真侪民众甲脚踏车正做交通工具，也有袂少国小甲国中、高中的学生，因为大众运输无方便等等的原因，骑脚踏车去上课。不过以6都的学生做例，专家发现讲，学生骑脚踏车上课下课，发生交通意外的数量是逐年增加。提出对校园开始推动亲像应有证的预备驾照。预备驾照就有点像我们小学生的荣誉卡，就代表你有接受过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基本的讲座也好，一个预习的动作，脚踏车常常会遇到的状况，让他做基本的操练。专家表示，包含日本已经有推行校园交通安全教育，对校园出发可能会使减少学生骑脚踏车意外发生。亲像桃园市府推动脚踏车安全教育，是领先全国。2009年开始，要求高中生若要骑脚踏车上课，要先通过考试。除了上6点钟的安全教育课程，考试范围包含课程内容，以笔试甲实地测验来进行，教学生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定甲知识。就要求小朋友要上了6个小时的交通的一些法规或者是一些技巧，脚踏车的一些维修的技能，就是一个类似提醒的一个机制啦。
或者是认为讲打造学生囡仔骑脚踏车好的环境，改善设施真关键，尤其应该互脚踏车清楚的交通定位，甚至设计出系统化的专用道路，让使用者他很清楚，他骑自行车在一个城市中间会面对到什么东西。譬如，至少你在那个变的过程中间，你要让人家晓得，这骑在自行车专用道上面，下面没有自行车专用道的时候，他怎么办？针对这件代志，教育部回应讲，为着让交通安全的课程更加较全，已经研发高中以下学校的交通安全教育课程模组。其中，高中以下学生注重学习基本的安全骑车行为，也有定看到风险。高中生是注重电动车、机车、汽车的课程模组，希望自细汉培养交通安全的意识，自我保护。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市为7月1日开始规定，伫咧市府机关、甲学校，或者是市府外包经营的场所，袂使免费提供免洗碗池。按算安尼，台北市一年会当减少使用2700万户免洗碗池。那个台北儿童新乐园的美食街，真侪家长会带囡仔伫遮食饭。不过，你敢有注意到，你若是要早登去食，用到免洗碗池，必须要开1块到2块，开进来买这餐鸭肉也是池。因为台北市政府对7月2日开始提出新制规定，只要是台北市政府的机关，也是台北市府以外的经营场馆，卖餐饮的时阵，若使用免洗碗池，都要收钱。我觉得是还好，就是也许会鼓励更多人会携带，就是自己的一些餐具或是盛装的容器这样。我觉得这里的餐其实普遍都蛮贵的，我觉得这些餐具应该要包含在里面的费用要包含在里面呢。没有再提供免费的一次性的餐具，包含这个餐盒啦、碗啊、筷啊、汤匙等等。那我们在园区的美食街、便利商店，还有一些餐饮的店铺，我们都有实施这样的一个措施。为着要推动减塑减费，台北市府后个月2日开始，卖餐饮的时阵，拢袂当免钱来提供1摆成的碗池，包括便当鸭肉、碗池含汤匙，工收费袂当比1块较少。若是这项新制的场所，包括台北市政府的机关、公私立学校，还有台北小巨蛋等台北市所属机关以外经营场馆，按算一年当减少2700万的1摆成。从我们公部门先优先来做起，那后面再看看实行的一个状况，再逐步推广到各个师部门，或者是给师部门做一个参考。台北市环保局讲，新制上路了后，一直到今年年底拢是完成时间，也阁未发，但嘛会来宣导民众家己准备环保碗池，减少对环境造成负担。另外，敢会伫咧全国来推动，环境部回应讲，会密切注意台北市这项政策推动的情形，呼吁民众做伙替环保来尽心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市环保局为7月份开始，针对薰头乱弹、乌白配树、灵堂等等的破坏环境卫生的行为，罚金要增加到3600。若是污染危害严重者，上重会罚6000块。伫中立有人乌多摆骑咧，煞停伫路边，家一包粪扫等伫人扛棒下骹，去互监视器翕起来，互摕去检举。另外一件伫鼓山区，有人骑乌多摆乌白蛋薰头，有行车记录器翕到摕去检举。这两件拢互罚1200块。为7月份开始，若伫桃园乌白蛋薰头甲粪扫等等，都会加重裁罚，会罚3600。这不错啊，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不然你满地都是垃圾、烟蒂、槟榔渣一大堆，这个你抓也抓不到啊。现在外面也不能乱抽烟啊，都嘛是要有指定的地方啊，所以可能都是比较多，都是骑摩托车抽一抽就丢掉的。虽然我不会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好像罚金有点高，因为如果说罚3600，应该有其他更多应该要提高的可以去调整的。根据环保局的统计，去年裁罚乌白蛋一般废弃物的案件内底，薰头乌白蛋的是占4成，有甲2855件。今年1月至4月，嘛有604件。环保局讲，薰头毋但真好分解，而且内底有真侪有毒的物质，便若落水沟底，排水系统就会塌掉咧，增加饮水风险，所以决定提高罚则，阻挡薰头乱弹的情形。其中针对乱丢烟蒂跟未依规定排出垃圾，这个对环境的影响是最大，所以我们的起跳处分金额大概会从原本的1200提升到3600。除了薰头甲粪扫乱弹，环保局讲，较接看的检举的案件，包括宠物伫咧公共场所乌白放尿放屎拢无清，还有乌白顶伫咧路边、甲徛街外口等等影响环境甲卫生的物件，还有乌白配槟榔汁、树灵糖。
造成地面甲水沟的污染等等的行为。为7月份开始，嘛会加强来查办，会罚款2000时以上。公司新闻同报道。电影放上头来看小琉球的海坪，因为有观光客行搭，也有海胆伫遮生态，造成酸乌礁生态危机。屏东县府即马找中山大学，也有居民斗3工来清遮的海胆，希望会当提升海洋保育的观念，嘛同齐来守护咱的酸乌礁。目标是清除2万颗，一般来说都是用撞击的方式把它撞碎。研究人员带学生囡仔挂手套，一人拿一支铁棍仔，甲一粒一粒的海胆拄好破。有的人一边行一边巡，有的徛伫大石看真足。屏东县政府委托中山大学研究团队，疑似伫小琉球的大埤上严重的区域，趁海胆生态的季节要到进前，赶紧来移除，希望恢复酸乌礁的生态。我们希望能够移除大概到20万颗，在那个核心区里面，我们估计大概有超过40万颗。那我们现在每一天大概可以移除大概2万颗。其实，伫2021年就有资料显示，大埤遮的海胆数量大约有80万到100万粒，甲酸乌礁夹到一空一空，严重破坏酸乌的生态。嘛，因为这几年到小琉球观光耍水的人数增加，影响到自然生态，鱼、虾即马变少，海胆就无敌人。致使大埤的酸乌礁拢互海胆占甲满满时。采用着国外即个大量的移除方式。安尼会当非常有效的降价，然后移除70成以上，有可能会逆转的。所以我嘛是希望讲，赶紧来实现。当地协会理事长表示，海胆拄破了后，免单调，就会直接变成鱼仔掺即马的食物。即摆的移除行动第一阶段，重点会放伫大埤较严重的区域。参与行动的毋但有专业人员。佮结合当地居民佮学生，大家做伙来抢救小琉球的酸乌礁。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来看2022年，台湾学术的团队伫咧屏东恒春挖到一区18公尺海洋的化石，来当科普馆打造一个展示的空间，要互民众近距离来观察处理化石的过程。挖掘团队轻脚细手，将海洋的化石为土脚底挖出来，收落来拍石膏，辛苦搬运。3年前伫咧屏东恒春出土的虚晶化石，现在是头一次伫咧台中科普馆甲大众见面。官方是打造一间化石清修展览室，持续来清理这件18公尺长的海洋化石，民众会使透过玻璃橱窗近距离观察。这样的一个生命教育，来去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世界上我们的海洋世界里面有这么棒的生物，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很棒的展览。他们的搁浅在我们的海域上啊，或者是说沙滩上，当然对我们而言，我们是觉得说有什么努力的办法可以让他们恢复到他们的海洋。科普馆表示，这件虚晶化石是台湾历来3次重大化石发现当中，头一届由本土学术团队主导挖掘，结合全台6间大学、1间高中，总共22名学生，甲民间古生物修复团队投入，历时超过3个月才挖出来，是目前世界上发现上完整的虚晶化石之一，有真悬的科学甲教育价值。这个地方不会只有这一个化石，据我所知啦，这里甚至都有10几、20几只以上的化石。的标本还埋在地下，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给保存下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台湾有关于鲸鱼化石方面的研究能够更透彻。我相信啦，这个最后就会变成我们台湾在世界的鲸鱼化石的研究占有一席之地的地方。官方强调，台湾周边海域有超过30种的海洋海猪伫咧遮繁衍生态。这个推出的警觉特点，除了呈现历史上上完整的虚晶化石，也将时间扣倒转去10万年前，掀开恒春西大地曾经是几落万计的海洋海猪长眠之地，互民众会当看到过去海洋的模样。公司新闻台中报道。嘉义市嘛，防合作是目岛。遮有超过6000间查起的厝，即马市府文化局办课程，要让学生透过观察甲体验来认捌在地文化。老师带着学生囡仔透过观察的方式来看查厝的结构甲工艺，
嘉义市文化局头摆针对学生囡仔举办具恶力行读的活动，希望借这个机会，让囡仔来认捌家己木刀的文化。咱第一摆尝试性来找这个小朋友来参加咱的活动，好，伊对这个老屋有一个初步的概念。 那对于未来对老屋保存的观念，会当来为这个基础来建立起来。这个旧屋力就是有关认识一些木的建筑。那我也希望他借由这些活动，能够去对嘉义的木建筑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这摆活动伫家己旧家家边的宿舍群，课程包括小改拆除的建筑工艺，各规划手作的内容，来合适建筑的结构甲空间，让囡仔甲对拆除的观察，透过作品来呈现。 在中间走读完之后，再过回来做后面的实际创作，也是说除了简报的引导之外，实际的参与的关于他们算是比较偏身体感受的记忆，也可以把他们这样的一个经验融在作品之中。希望他借由就是手接触，然后感受，然后自己的想法，能够有他自己的一套，就他们自己新生代的一个模式出来。嘉义市文化局表示，嘉义市内有超过6000间的茶厝。 这是木刀文化基础甲发展的目标，希望透过这届活动，让囡仔唔但认捌老茶厝，嘛对老茶厝有更较侪想象甲关注，继续来传承木刀的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咱来看国卫院中一个公布上新的研究，伊发现孤单会造成社会人无助的情形。不过，若是用老大人的母语来甲因对话，就会当减轻因孤单的感觉，这对因的健康是真有帮助。伫咧新竹到台语社团陪社区的时代讲台语，算古早的佚佗物仔，现场大家是拢欢喜甲。趣味改编歌仔戏，互大凯时代看甲笑嗨嗨，也有充满回忆的古早味佚佗物仔，互大家体验动手做。过程中时代做伙讲台语，也烦恼讲即马真侪囡仔拢无晓会晓讲台语啊。足好个啊，反正因为那个啥，即马迄个孙仔辈吼，都那个台语拢已经要断掉了，从我孙拢袂晓讲啊，我所以即马拢尽量教讲台语个啊。母语吼真重要啊！我想讲吼，这是咱虽然咧讲的这母语，这所以讲我看足多即马囡仔拢袂啥晓讲，所以若有这个机会，我拢鼓励讲，这咱伫厝的爱讲家己的母语。鼓励时代人出来外口参与社区活动，甚至百合花台语绘本读册会，特别来到社区讲故事、搬歌仔戏。办趣味的活动，讲故事互长者听，然后甚至设计一寡活动，互长者会当甲身躯动动的，然后互因回忆一寡古早时阵、细汉时阵的佚佗物仔，比如讲干乐啊、竹田的啊、竹绳啊、一挂球啊，然后会当互因回忆遐佚佗物仔的广泛。国卫院顶日也公布上新的研究，发现孤单会造成老人感觉不准。语言理解是减轻孤单感的关键。国卫院也建议用时代熟悉的语言，像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用母语甲时代讲话，会当增加时代的语言理解，也当减少时代孤单的感觉，对时代的健康真有帮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